在設有單車徑之路面上，必須使用單車徑。在馬路上與其他單車同行時，除非超越前車，應保持單行行駛及切勿在車流中左穿右插。阿林哥，呢個女仔把聲唔錯喎。新人嚟講算幾好啊。嗱，借啲。唔該晒。何小姐你好啊！你好，嗱，頭先咧我已經聽過你把聲啦，哇真係好 OK 喎！多謝。嗱，但係你都知啦，其實配音呢一行咧真係需要好多唔同嘅技巧嘅。不過公司咧見你咁有潛質啦，就會免費提供翻一個培訓課程俾你噶。嗱，不過咧行政費方面咧就要俾翻2400蚊一年嘅。吓，2400蚊？嗱，除翻開咧都係200蚊一個月到啦。你放心啊，因為咧，如果公司咧喺1個月之內咧俾唔到工作你嘅話咧，呢2400蚊咧係全數退翻俾你嘅。咁另外啦，如果有工作嘅話咧，公司都會抽翻20% 用嘅。咁好啦。咁呢2400蚊你諗住俾 cash 定係信用卡 cash 啦。唔該。嗱，呢度咧就有份配音員嘅合約啦，你睇清楚先。咁咧睇好之後就可以喺度簽名噶啦。嗱，咁個培訓課程咧下個星期就開始噶啦。咁到時再聯絡你啊。好啊。呢邊咧？喺稍後嘅時間，呢間公司咧真係有提供2堂嘅配音課程俾事主㗎，而事主亦都獲得呢一間公司所提供一個有數百元報酬嘅配音工作。不過過咗冇幾耐，事主咧又再一次收到公司嘅通知，上到佢哋嘅辦公室啦。嗱，今日咧公司叫你上嚟咧，因為又有工作俾你啦，係一個網上播放嘅卡通片配音。咁今次嘅酬勞咧就係以點擊率計算嘅。嗱，同埋咧每一次嘅配音咧都要喺6個鐘頭之內完成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公司係會有損失㗎。咁所以咧保障翻公司咧就要你咧去交翻2萬蚊保證金，咁我哋公司咧先可以俾個工作你嘅。吓，2萬蚊啊？只要你完成到個工作，呢2萬蚊會回翻俾你㗎嘛。但我冇咁多錢喎。咁既然我哋合作開就13,000蚊啦，13,000蚊 O 唔 OK？ 13,000蚊啊？好啦，不過我要碌卡喎。哦，冇問題啊。咁陣間咧，我就會俾翻份臨時嘅配音員合約俾你簽嘅。咁下個星期咧就會安排翻你上律師樓啦，簽翻份正式嘅配音員合約俾你，有冇問題？冇啦。咁你坐一坐先，我攞份合約過嚟啊。何小姐你好，我姓李嘅，係呢間律師行嘅職員。今日安排你上嚟咧，係簽一份正式嘅配音員合約。呢度一式兩份嘅合約咧，就係定明咗你同呢一間公司各方面嘅工作條件嘅合約。咁你睇睇裏邊有咩問題啊？冇問題嘅話喺上面簽個名。唔該你。何小姐，而家手續辦妥㗎啦，遲啲咧會通知你上嚟攞埋嗰份正式嘅合約嘅。咁轉頭咧，我會俾一份聲明書你簽嘅。咁內容咧就係證明我哋律師行咧只係做一個見證人嘅角色嘅啫。好啊，唔該你。媽咪，唔好嬲啦，我以後唔會周圍走噶啦。好，收工。知唔知自己出現咩問題？唔知。咬字唔正。
冇感情。同埋你睇下，今日有 overtime 2個鐘，裏邊人、器材全部都係錢。嗱，你返到去，你試下攞份報紙慢慢讀，好冇？點啊？你頭先錄成點啊？唉，錄得唔係幾好啊！啱啱俾監製鬧咗幾句。Hello， 我叫阿 Bell 啊。咦？咁之前嗰位同事呢？哦，佢冇做啦。以後關於工作上嘅安排咧，就係我嚟負責。哦。聽講咧，你呢幾日錄音唔係好順利，成日都要 overrun 喎。係啊，都係我自己錄得唔好啦。咁你都知道公司如果你 overrun 咗嘅話，會扣翻你保證金㗎啦。呢層我都知。咁你又唔好唔開心住。其實我哋啲 client 咧好中意你把聲㗎，我哋公司都好想俾多次機會你。只不過公司咧就搬翻上大陸啦，準備。但係我哋又喺大陸嗰邊咧，仲未有自己 studio 喎，咁就需要你自費3000蚊去 book 間 studio 啦。吓？3000蚊啊？嗱，個 job 就咁樣嘅，希望你幫動物紀錄片配音，一共8集，每集咧就2000蚊人民幣，咁總數你嘅酬金咧就係16000蚊人民幣啦。咁我公司估計1日之內應該都會配得晒噶啦。今次仲唔限你6個鐘添。嗱，不過為咗保障公司啦，咁啊驚你中途退出，咁啊需要你交8000蚊人民幣做保證金嘅。吓？但係我之前嗰啲保證金咧？過2日咧會有會計部同事揾你同你計翻清條數噶啦。咁好啊。咁我而家同你翻 office 俾個合約你簽啊。OK。事主因為相信公司職員嘅花言巧語，多次就住唔同嘅原因，可能係保證金，又或者係課程嘅費用等等啦，而繳付咗數千去到數萬元嘅金額不等㗎。事主滿心歡喜，以為揾到一份自己中意嘅工作啦。不過事主所收到嘅工作，全部都係一啲收入低微嘅工種，而且喺工作期間更加俾所謂嘅監製諸多留難，甚至乎係因此而扣減人工添。而結局去到最後，事主咧就冇再收到呢間公司所提供嘅任何工作機會啦。事主亦都因此而得不償失㗎。